小沙来去外岛平湖，最近有几落个真大心的公车运将，赛车赛到半路，强看到路边有人倒落去，赶紧斗相共叫救护车。另外嘛，运将拄到人客身体无爽快，甲大家讲一声了后，落尾直接甲公车驶去上近的消防局，或者人客会当互人赶紧送去病院。那真大心嘛，真好心情，人客拢学乐，讲伊的这个心肝第一好。 一个查甫人伫路边含徛就徛袂知，尾也倒落。公车司机看到，随停车去看，佮敲电话叫救护车，一直到民众上救护车了后，伊才离开，继续向后一个站驶去。因为我们人都有恻隐之心，今天如果路人发生什么状况，没人帮他急救的话，他可能后续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。 驾驶迄当阵看到有老大人倒落，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落车斗相共，尾手这个定来坐车的阿伯送病院了后恢复健康，伊才放心落来。这是伫外岛平湖，公车司机大心的行为，佫毋纳一惊。一个姓洪的司机发现车顶一个老阿伯一直加扫，伊看代志无啥着，就赶紧询问过其他的乘客，尾也才甲公车驶去消防队，请消防队送阿伯去病院。透过行政上的奖励之外，也希望能够激励我们所有的司机同仁，一起提供乡亲更好的服务。 伫平湖，公车是唯一的大众运输工具，加上所在较细，大家感情拢真好。司机甲乘客就亲像亲人共款，大心的行为毋若互人奖励，嘛互乘客拢足学乐的。虽望公车尾也满分，毋过司机的善良甲同理心，车顶的民众拢有感受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